男女结婚吼，加重迄个爱，已经无咧重礼啊，所以就是安尼。甚至吼，我家己带就下来，嘛就是阮的，嘛是阮的做事无毋对啦，但就惊袂入来，有一班的家长，两阿某已经结婚3届啊，两阿某拢结婚3届，毋是拢甲外人拢因两阿某家己咧结，安尼有甲婚姻当儿戏无？即摆结婚咯，结了阿某，咱人最奇怪，迄阿某斗阵吼，就是。你叫我带回，咱就出去西岛干呢，咱正常的安尼咧。啊，所以两个就未合，啊未合就离婚，啊离婚就囡仔就讲啊无咱暂时搁带斗阵，啊这带斗阵了，咱这毋是阿某吼，啊足奇怪，因为毋是某，所以你家叫伊带回时就袂使像某的使的，所以吼就这样客气，啊两阿某感情佫足好，足好了就讲诶，感觉咱就袂歹咧。啊，无咱过来结好无？就好结。啊结了吼，就搁未合，啊未合吼，就搁离了就搁结。阮已经所在已经3届啊，但是就要听讲这毋是高纪录啦。阮只要无真正我捌听人讲有4届的，所以就知影即摆人甲结婚当做啥？啊，当做是一种儿戏，所以意思就是安尼尔。所以咱就是现在啊，所以你要讲，所以咱要有宗教意识，我有一个中心思想，所以要甲德智结合。所以像阮这个学生，是后里办一场，那家庭模式很小，可能比我现在站的讲台大不了多少。所以我这个讲台大概没有2倍大，那个不是那个对无？啊嘛是家庭办白羊婚礼，办煞，因为是订婚煞，所以订婚迄个时阵新郎的爸爸落来新娘因兜，啊伊是新娘因兜办白羊婚礼。办煞，新郎的爸爸就到因爸爸过去，吼新郎是亲口，但是新郎的爸爸未去，所以就到伴娘，伴郎，新娘找伊的同事来做伴娘，伊的同事哪未就到，嘛煞就到，所以咱办啥拢是你甲德结合，所以这是宗教仪式。过来咧，咱丧事是毋是有公祭？那婚礼嘛公平，请人客就是公平。我按个比喻，互你感觉较强烈的感觉。啊，请人客本身就公平，净收的金钱来给你祝福嘛，安是不公平，就一讲意思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今天要把那个概念弄出来。那我们今天既然要来讲这个忘不了各位时阵，好了各位时阵，就是讲世间拢是有恩爱，但有恩爱来负责吼。咱今仔日道场的同乡。结为夫妻，尤其是我拄则讲的，咱白羊婚礼内底迄个新郎甲新娘，伊要念迄个同心同德企业论，同心同德，表示讲咱共同要顾这个家，共同友好两边的夫妻大人，后尾这毋是重点，后边重点两个要共同修办，因两阿某到底哪个恩爱没有意义？两个人夫妻要有共同的中心思想、共同的思想来去修道办道。安尼就是想这个家庭才会好咯。安尼这个就是家庭后日嘛好好啊，所以重要的是这。所以这就是讲，咱人做这里就是干那呢，社会就是干那知影男女的爱。再来，好了书来这讲的，世人说小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。哇，这上目的这个社会嘛足严重的。咱台湾要小事，大了咧，少子化，少子化了后咧，囡仔拢当做小皇帝，迄毋是讲大都市好野人咧，连迄足偏乡的所在，迄庄脚足落伍的吼，迄囡仔嘛拢成家呢，所以连伦理道德已经拢无。所以咱有影去大陆，可能嘛是包括咱个人嘛拢有去大陆发展嘛，即摆去大陆可能也免互你传承，咱做个为啥？用传统文化。传统文化可能是对好的这个为国民来做好的，大陆。